2022青少年科技创意实作竞赛全国赛成绩出炉，台南市一个学校拢摕到非常好的成绩。全球透过自创的仿生机械手、蓝牙控制机器人、自走车进行领不冲关，模拟虫的快速爬行，然后我们也有装上触控器，可以让他们互相撞击，然后让第一台撞击第二台的时候，就可以让第二台前行，然后尽量达到最快的速度。其中，台南市新华国中、昆山国小分别摕下国中组第2名以及国小组第1名的成绩。比赛过程长达4个月，学生利用下课时间来练习改进因的作品，同时培养学生的熟悉度以及问题解决能力。因为他们现场会遇到各种不同的状况，所以在平常训练的时候，就是要一直不断的这样尝试。如果他们能够在正式比赛的时候，他们所遇到问题，平常练习的时候都能够已经发生过了，他们就能够有办法直接解决。那当然一定会有遇到平常练习的时候没有碰到的，但是因为平常有习惯了解决问题的这个东西，所以他们会尝试去做。那学习到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一个现在教育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那他们有学到了。我们青少年，我们的国小、国中的学生，在整个科技这个扎根的工作呢，我们真的是崭露头角。那我想这个部分呢，其实也是台南市市长非常重视的智慧科技力这个培养的一环，因为我们从国小3年级开始，那每个礼拜呢至少就有1节呢，我们是用程式的设计，还有科技的这个融入教学，那么希望能够从小扎根在 AI 的时代。我们孩子未来的一个竞争力。AI 时代来临，台南市积极培养学生在课程当中扎根学生的资讯科技能力，透过一个比赛，不但检验学习成效，同时展现学习成果。期盼学生会当继续努力，为台南市取得好成绩。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。